永福宫天然洞举办活动。巧虎恰水，巧虎恰水。今仔日农历3月14啊，毋过明仔载15，火星大地圣诞，所以今仔日14暗9点半就咧办祝寿的，提早就对啊，祝寿火星大地圣诞千秋，好国语要无生不息，永远的。小代表莲花会特别支持婚礼天，记得第3次，婚礼天，记得第3次啦，婚礼天过家了，救灵星，婚礼天啊，要救灵星啊，大家记得第3步，是灵数指点，记得第3步。婚礼天，那公园路新的公园路，有讲天安